葛珮帆 EQ 並唔係出身於富裕嘅家庭，細個父母離異，喺單親家庭長大，但係佢冇因此而放棄自己，反而積極生活，追尋夢想。長大之後，佢去咗演藝學院修讀舞蹈文憑課程。之後，佢為咗繼續升學，唔怕辛苦，經常出入工廠售賣機油。喺半工讀嘅努力之下，完成咗多個學位。葛珮帆唔單止熱愛生活，亦都熱衷於社會服務。佢喺2001年獲得香港10大傑出青年以及10大傑出數碼青年嘅獎項。佢喺2002年獲得10大成功女性大獎，更於2006年獲得中國100名傑出女企業家嘅名銜。葛珮帆身兼互聯網專業協會創辦人及前會長、潛水教練，亦都係保育及海底攝影師。佢喺2010年到南極進行冰潛，研究環境嘅破壞對海洋生態嘅影響。此外，由2008年起，佢正式成為沙田區民選區議員。多年嚟，佢一直用心服務社區，與居民關係良好，深受居民愛戴。